早晨，歡迎收睇10月24號嘅天氣報告，我係呂旭升。今日廣東沿岸咧繼續受到東北季候風嘅影響，朝頭早咧都係涼涼地㗎。截至朝頭早大約6點零鐘，各區嘅氣温咧係介乎14至到19度。不過留意翻咧喺大範圍嘅衛星雲圖，我哋見得到咧受東北季候風嘅影響，廣東沿岸嘅天色咧都係唔錯㗎，雲量唔算太多，所以我哋預計今日日頭咧都會見到唔少嘅陽光，日頭會係幾暖下㗎。所以今日嘅詳細天氣預測會係大致天晴，日頭會係溫暖，市區最高氣溫會係大約24度，新界會再高2-3度。而夜晚咧會係部分時間多雲，風方面咧會吹和緩嘅東北風。而之後嘅天氣咧，我哋預計聽朝早咧會有一股季候風補充咧抵達華南沿岸，呢區嘅天氣咧會係氣溫咧會係逐步下降，朝頭早咧會係相當清涼，而內陸地區咧會係寒冷㗎。所以展望方面咧，我哋預計聽日即係聖誕節會係轉吹北風，天氣會係轉涼，而稍後氣温咧會係逐步下降至聖誕節翌日最低大約係14度左右。而週末期間咧會係天晴，不過留意翻咧朝頭早咧仍然會係清涼㗎，內陸地區温差會係較大。呢一節天氣報告就講到呢一度，我哋下次見。